王安江，苗族古歌传承者。一、对歌施力，激发决心。1940年12月13日，王安江出生在贵州省台江县台盘乡棉花坪村。台江县隶属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东南是著名的歌舞之乡，那里无处不歌，无事不歌。而台江县素有苗疆腹地之称，享有天下苗族第一县的美誉。这里民族民间文化积淀丰厚，异彩纷呈。文化部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台江县入选项目就有3个苗族古歌、苗族姊妹节和反排木鼓舞。台盘乡棉花坪村是一个美丽的苗寨，寨子北、西、南3面环山，马蹄形的台地散落着民居，整个寨子在群山的怀抱里，就像一幅画。这里不仅环境优美，苗族民间文艺也十分活跃，人们的生活总是伴随着自己民族的歌唱。王安江自年少时就喜欢苗族古歌，但是按照苗族的传统，古歌只有成年后方可拜师学习。12岁那年，王安江到姑妈家去玩，听到姑妈唱起忧郁的古歌，就学了几首，偶尔也在山上唱歌解乏。从此，他与苗族古歌结缘。王安江是个肯学习的人，平日里重视看书学习，而且天赋聪慧。1954年，14岁的王安江从台江城关翠文小学毕业，被县教育局安排到本县4流小学担任民办教师任教。3年后，又调到其他小学去任教。1962年，由于母亲重病卧床，又值3年困难时期，王安江结束了7年的民办教师生涯，与妻子杨荣美一起回家种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与当地青壮年不同的是，王安江起早摸黑下地劳动，业余时间既不养斗牛，也不养鸟，而是对苗族古歌兴味有加。然而，使王安江发奋学习、收集、传承苗族古歌，并因此深深迷恋以致发疯的，却是一次意外的尴尬。正如同我国许多民族歌舞具有一定的仪式性一样，苗族古歌也多是在有关仪式和礼俗的场合演唱，而酒宴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婚礼上当然更不例外。1967年苗年节，寨子里的一个男青年娶了临近苗寨的一位姑娘。按照当地苗族婚俗，婚礼13天后，男方家要组织10多人陪送新娘回门。当过民办教师的王安江成为陪送队伍中的一员。当陪送新娘的人们到新娘家喝了蓝门酒进屋坐定后，寨上的人就带着酒菜陆续汇集到新娘家来陪客。宴席伊始，新娘家摆起了长条桌，把鸡头、鸭头对着男方家的来人，要他们唱歌开席。谁知男方来人中没有人会唱，只好按当地的规矩出钱请人代唱。唱完开席古歌，酒席开始，男女双方的盘歌对唱随即开始。古歌唱法一般是主问客答或者客问主答，应对不上来就要被罚酒。男方家陪送的只有王安江稍能应付，而对方唱起深奥的古歌，他也应答不上来。一来一去，总是受罚喝酒，不到半夜，陪送新娘的南方客人就醉得东倒西歪，还被新娘寨子里的人们奚落了一番。这种情形在乡亲们看来有些丢人败兴，参与者自己也觉得脸上无光。这次经历深深刺痛了王安江，他心想，我还是当过老师的呢，真是丢脸。正是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使他从此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古歌，成为出色的歌师。2. 拜师学歌，如醉如痴。下定决心之后，王安江随即付诸行动。婚礼之后不久，王安江就到那位新媳妇的娘家去了解学习苗族古歌。跟那里的歌师学了几天，王安江颇有收获，进一步增强了对古歌的兴趣，学习劲头十足。从此之后，但凡附近寨子里办红白喜事，对唱古歌的时候，他都要去凑热闹、聆听、记录，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对于王安江来说，民办教师的经历意味着自己有了一定的文化素养，这对他学习古歌大有助益。经过四邻八寨的走访学习，几年功夫下来，王安江学会了几百首古歌，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歌师。方圆几十里已经很难找出他的对手。不过学会的越多，王安江对古歌就越是痴迷，崇敬之情就越浓厚。同时也使他认识到苗族古歌博大精深，精妙绝伦，自己学到的不过是九牛一毛，要想学得更多更好，还要向老歌师请教。有一年，
王安江打听到凯里市凯塘乡大坪村有位叫勾赛祥苗语译音，也做顾沙的老人，精通古歌，便按当地学歌的规矩，选定吉日，带上一只鸡、一束斋糯、几条鱼和1元2角钱前去求教。不巧的是，去了2次，老人都不在家。不久，王安江第3次来到老歌师家，见到了正在家里编猪笼的勾赛祥老人。老人对这位歌痴早有耳闻，便说：“你不是来学歌，而是来赛歌的。早已听说你的古歌唱得无人能比，今天我倒要看看你的本事。今天晚上咱们从天黑唱到天亮，谁是师傅才见分晓。”说完，便端出米酒摆在2人面前。王安江知道老人是在考察自己，于是先开口唱了起来。老人回唱道：“2人你来我往，一直唱到天明，难分高下。”勾赛祥老人说：“再唱下去也难分胜负。年轻人，你这样的徒弟，我想收也不敢收呀。”从此，2人成了忘年交。老歌师传给王安江许多难得的苗族古歌。3. 牢记施主，不务正业。在学歌的过程中，王安江发现，宝贵的苗族古歌靠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口头传承，这种传承方式极其脆弱。受时代的影响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学习古歌的人越来越少。随着老歌师的相继去世，古歌也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为了克服口传的局限，不使古歌的传承出现断裂，文字记录成为必然的选择。于是，王安江产生了将所有苗族古歌记录、收集、整理，形成文本流传下去的念头。1984年的一天，84岁高龄的勾赛祥老人托人把王安江叫到自己家，在病床上拉着他的手说：“伤王安江的苗民，我怕是不行了。方圆几十里，只有你能继承我的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把苗族古歌传下去，这可是我们苗家人的根啊。老话说，前人不白骨，后人忘了谱，我放不下这个心，才叫你来见最后一面啊。”接着，老人把保存心底的几首重要古歌传授给了王安江，不久就去世了。老歌师病榻上的嘱托，使王安江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使命的光荣。然而，记载本民族历史的苗族古歌，随着苗族人西迁而言传口诵，从东部创作到西部，浩如汪洋大海，要把它们全面、完整、系统地收集整理起来，谈何容易？正是这光荣而艰难的使命，使王安江进入了人生炼狱的考验。王安江把一家8口人的生活重担交给了妻子和大女儿，他自己除干些砍柴和犁田等重活外，余下的时间全部用在了古歌的收集整理中。他把在县里学过的苗文是20世纪50年代由语言文字工作者创编的，重新捡了起来，边学边用来记录古歌。有时整理古歌着了迷，连饭都顾不上吃，直到子女们把饭端到他的桌前，才匆匆刨上1、2碗，又埋头干他的事情。家里有时连油盐都吃不上，但他还是不得不挤出点钱去买稿纸，实在买不起了，就到州县的一些部门去讨。因此，在他后来的几箱古歌手稿中，用纸五花八门，有含头纸，有格子纸，有白纸。那时还是大集体时代，村里的人们靠劳动挣工分分配粮食。由于劳动力少，家里屡屡出现衣食之忧，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看着王安江走火入魔，不务正业，村里的好心人劝他，这玩意儿只收集整理古歌，是吃皇粮拿工资的人做的事。你是个农民，何必白费功夫，让家里婆娘仔女为你饿肚皮呢？许多家族兄弟也出来指责王安江太懒，说他为躲避农活才去搜集古歌。为此，家族兄弟有客人到来，不再请他去作陪，一些亲友也与他逐渐疏远。妻子也多次好言相劝商，我们家仔女多，你写的那些歌又不能当饭吃、当衣穿、当钱用，再这样下去，我们只好像别人那样讨饭度日了。大女儿实在熬不住这种苦日子，后来瞒着父母亲，悄悄让3弟从破墙翻进屋里，取了几件衣物就出嫁了。王安江深知家中的窘迫是因为他不务正业造成的，感到愧对妻子儿女，但他仍咬紧牙关说，讨饭是小事，能过则过，怕的是耽误了古歌的收集整理。他理解妻子心中的苦，但他更放不下古歌，古歌已经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外出搜集古歌，跋山涉水，王安江常常是一身泥巴，灰头土脸，内衣里爬着虱子回到家中。妻子见状，故意叫孩子们把他堵在门口，不让进家，
想以此断了他的搜割念头，但毫无效果。妻子无奈，只好咬紧牙关硬撑着。利用农闲，他外出到湖南、广东、北京、上海等地乞讨。有一次在上海乞讨，他因是三无人员，被收容了1个多月。回家之后，妻子染上了肺病，因为没钱治疗，不到2年便撒手而去。妻子死后，大儿子因为没钱继续高中的学业，10多天后也一气之下喝农药自尽。在短短半个月时间里，先后失去妻儿，王安江痛得撕心裂肺，这都是我害了他们啊！为了这谷歌，4万里行程收集谷歌。起初，王安江主要是在台江县本地的村寨向歌师学歌，搜集谷歌。数年之后，台江境内的苗族谷歌被他收录殆尽。他脑子中的歌越来越多，记录歌词的手稿有厚厚的一摞。20世纪90年代初，他走出台江，开始跨县、跨省甚至跨国的搜集。而这漫漫的谷歌搜集征程，他的角色往往是乞丐，而山坡荒野中的牛棚茅屋则经常是他夜宿的客栈。而且其间的经历不无传奇色彩，听来又让人难忍心酸落泪。苗族分布在我国西南数省区，按方言划分，大致可分为湘西方言区、黔东方言区、川滇黔方言区。贵州黔东南清水江流域一带是全国最大的苗族聚居区，大致包括凯里、建河、黄平、台江、雷山、丹寨、施秉、镇远、三岁等地。党高坳是传说中苗族迁入黔东南时各支西一郎分居的地方，一直是苗族人民心中的圣地。为了寻找这一圣地，更好地理解苗族谷歌，王安江曾无数次寻觅，吃了不少的苦头。他先是来到榕江县，又一路探寻到雷山县、建河县。期间，他跋山涉水，野果充饥，山泉润喉，睡牛棚，栖草堆，躲山洞，1、2天吃不上饭是常有的事。谷歌给了他动力和毅力。最后，王安江终于在4县交界的建河县久仰乡屋2寨附近找到了谷歌中的党高坳。王安江还了解到，那里至今还保留有一块午饭田，由当地苗胞逐户轮换耕种，收获后用于接待外来的寻幽访古、缅怀祖先的人。在妻子、大儿子相继离世后，2儿子、4儿子一气之下也背井离乡，踏上了打工之路，还发誓永不回家。2女儿因为有一个不务正业的父亲，而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后来经人穿针引线，在一天夜里偷偷跑出家门，远嫁他乡。面对妻离子散，王安江的行为受到了质疑。这样痴迷的搜集苗族谷歌，图的是什么？图名图利吗？然而却既没有获得名，也没有捞到利。王安江的回答仍旧是那句老话，就是为了完成勾赛祥老人的遗愿，要把苗族的谷歌传承下去，不让苗族谷歌失传。不过，王安江的行为也渐渐获得了人们的理解和同情。比如，一次去搜集苗族谷歌，因没钱买票，王安江在火车上被列车长查票时发现了。经过询问，王安江的故事打动了列车长，列车长破例让他免费乘车。这位列车长还说，只要你愿意，送你上北京都行。3儿子王云担心年迈的父亲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出意外，主动来安慰他，并表示要积极配合，鼓励他重振家业。于是，王云跑到广东去打工，挣得几千元钱，先后买了2头牛。谁知2头牛却先后死去，王安江父子只好向亲友借牛犁田。看到父子俩的悲惨境遇，2女儿的公公主动送来了自家的1头黄牛。自1968年起，王安江先后到过贵州、湖南、湖北、云南、广西、江西、广东、福建等省区的苗族聚居区，以及越南、缅甸等地的600多个苗寨，行程近5万公里。34年之后的2002年，王安江62岁的时候，终于完成了苗族谷歌的全部搜集工作。5. 矢志不渝，出版谷歌。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民族民间文化受到极大冲击。为了苗族谷歌的传承，王安江在搜集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常常利用农闲的夜晚，组织寨里的谷歌爱好者聚在一起，教他们唱谷歌，还鼓励他们到附近的村寨和县乡演出。王安江说，只有畅游在谷歌的海洋中，才能忘掉一切苦闷和悲伤。此时，王安江的另一项使命就是整理搜集到的苗族谷歌。
他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整理古歌。经过几年的努力，王安江整理出了12部苗族古歌，开天辟地、耕地御风、跋山涉水、运金运银、歌唱四季、造屋歌、嫁女歌、匡音歌、打菜歌、造酒歌、造纸歌、丧事歌。这些古歌多达76800行，近60万字，手稿达16册，3200页。此外，还有10余万字的其他研究资料。接下来，王安江的另一个心愿就是早日出版这些整理完成的苗族古歌。由此，王安江开始踏上又一轮的征程。在写信求助石沉大海之后，他干脆背着书稿到处祈求，期望有好心人赞助出版。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好多单位爱莫能助。有的人希望出钱收购他的书稿，拿到国外出版，遭到了王安江的断然拒绝。他说：“终生努力弄来的老祖宗的东西，怎么能给老外呢？不行，坚决不行。”为了解决出版经费问题，王安江没有更多的办法，唯一能做的就是祈求帮助。于是，王安江带着3儿子，背着10多公斤重的部分书稿外出，希望通过向个人和单位等乞讨筹集经费。看到他们破衣烂衫、满身灰尘，人们大都露出怀疑的目光，认为碰上了疯子，因而父子俩处处碰壁。有一次在省外某市，城管队因为他们影响市容，抢过装书稿的书包，丢进燃烧的垃圾池。这让王安江极度痛苦，在恍惚中穿过铁路，他险些被火车撞到。而当他们准备搭车返乡时，在火车站被几个混混盯上，好不容易讨来的400多块钱被抢了个精光。回家之后，王安江把早已誊写好的另一份手稿重新整理，又到县、州乃至省有关部门去奔走求助。由于媒体的报道，此时的王安江已经引起了舆论和社会的关注。2003年，浙江电视台采访报道了王安江的故事。2006年，王安江获得 CCTV 感动中国人物提名。与此同时，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也越来越受重视。不过，出版经费一时还是没有着落。2005年11月，王安江突然病倒了。为了治病，3儿子去妻子的娘家求援，凑了3000元，才把父亲送到县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县里领导到医院看望，病危中的王安江向县里提出请求，希望县里能帮助他完成出版苗族古歌的愿望，并置办一副棺材送自己回老家安然升天。谁知10多天后，王安江又奇迹般的好了。2006年5月，苗族古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王安江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族古歌民间文学类代表性传承人。就在这一年，成立不久的贵州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王安江收集的苗族古歌。2008年5月，王安江版苗族古歌由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分上下2卷，1500多页，270万字。贵州大学出版社邀请贵州省苗学会多位专家学者对作品进行了详细校注。王安江版苗族古歌一书出版后，王安江带着新书来到老歌师勾赛祥的坟前，焚香奠酒，汇报自己已经完成了师傅的心愿。2010年6月25日，王安江因病去世，走完了可歌可泣的人生，终年70岁。